金猴賀新歲，要滿足鬼鬼馬馬嘅小朋友，又點少得一年一度嘅園遊會呢？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主辦，澳門文化資源協會協辦嘅鄭家園遊會，將於喺2016年嘅3月12號同13號中午12點鐘至到晏晝6點鐘喺鄭家大屋舉行，所有活動一律免費。本屆嘅園遊會表演區喺3月12號就邀請到澳門街總少年粵劇培訓班嘅小朋友，為大家帶嚟精彩嘅粵劇表演。接住澳門樂團喺晏晝4點鐘就會送上印象世維華爾嘅演奏，而13號就邀請到中國漢唐古典舞蹈學會嘅學員，為大家帶嚟古色古香嘅傳統舞蹈。接住仲有兒童肚皮舞表演，同時仲有精靈得意嘅多位小朋友表演民族服裝 show。另外，遊戲區設置咗適合一家大細嘅各款遊戲，來賓可以玩遊戲集蓋章，到換領區換取精美嘅傳統手工藝品或者澳門嘅道地美食一份。最後當然仲可以猜下燈謎，獲得各款可愛嘅燈籠，可謂有得玩、有得食，仲有得拎住走添，真係千萬唔可以錯過。